今期內容比較敏感，有色情同廣告元素，唔中意嘅非法條片啦。大家好，我係 Moonshine Italia 月光號創作室嘅阿作。上個月我哋除咗去香港藝術館睇咗雷諾柯同埋塞尚嘅展覽之外，都去咗睇 H.R. 吉格爾嘅畫展。大家對 H.R. 吉格爾呢個名可能好陌生，但你就一定聽過佢嘅作品。呢位瑞士嘅藝術家就係科幻恐怖怪獸系列異形嘅原創者，而佢最厲害嘅地方就係將人體同機械結合，以生物科技嘅方式去描繪人類最原始嘅恐懼同慾望。大家睇下佢嘅作品，嗰啲好似脊椎一樣彎曲嘅金屬管道，皮膚之下若隱若現嘅機械結構，仲有將性器官同機械完美結合嘅設計。例如喺異形系列入邊，異形修長嘅頭部同埋佢異形蛋打開時嘅狀況，都係充滿性暗示同埋恐怖美學嘅結合。而異形身上嘅黏液更加反映咗藝術家對人體內臟嘅幻想。因為畫風太過黑暗嘅關係， H.R. 吉格爾喺主流藝術界並冇太大嘅成就，但係佢嘅作品對於電影界重金屬黑暗風格嘅音樂同埋好多非主流嘅地下創作都有住好大嘅影響。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瑞士，更加可以去到 H.R. 吉格爾博物館睇到大師嘅原作同埋其他展品。睇完之後仲可以去博物館隔離吉格爾親手設計咖啡室，品嚐一杯充滿黑暗風嘅咖啡。聽完介紹，睇完藝術品，唔知大家有冇興趣睇返異形呢一個經典系列呢？我亦都將 H.R. 吉格爾嘅個人網頁放咗喺下邊，大家有興趣嘅不妨自去睇下。下次見啦，拜拜。